大家好，我係特區時計嘅倉鼠妹妹。今次我嚟介紹兩隻新款 G-SHOCK GM110系列鋼帶錶，一黑一銀。首先介紹黑金鋼錶，型號係 GM110BD1A9，全黑離子電鍍金屬錶圈同錶帶，配上金色錶盤。錶殼採用防震結構，由樹脂製成，有效保護機芯，正正就係 G-SHOCK 嘅特色。跟住介紹第二隻手錶，型號係 GM110D8A， 銀色不鏽鋼錶圈配槍灰色嘅錶盤，呢隻就行低調路線。倉鼠妹妹覺得呢隻手錶有啲貼近依家 Y2K 潮流，鍾意 fashion 嘅你可以考慮入手呢隻手錶。兩款手錶嘅功能同樣都有世界時間、計時、倒數、鬧鐘，仲有 LED 燈同200米防水。依家我哋做緊特價，金色係1698蚊，而銀色係1598蚊。兩隻手錶都係行貨，原廠保用1年，有原裝錶盒同收據，同埋可以即時改錶帶。有興趣嘅話就快啲上嚟我哋嘅門市試戴。有需要留貨嘅話，歡迎 WhatsApp 俾我哋，或者喺網站直接落單。最後，大家記得要 subscribe 睇甩我哋嘅 channel， 支持下小店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